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喙。即时，请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。愿你的杯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福音告，你的旨意真正，你的灵亲像顶起哩。我灵是行爱我，少岁我的鼓舞，像我也少岁鼓舞呀。我对我的气，就比我关于爱，比我关于本我是所代无尽。请由原徛地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了高犹太上苦，炼死的死，埋葬断骨，第三日对死了复活，上天。请启应文第30篇，伫圣经后壁1053页。启应文30篇记载伫诗篇191篇。我来请各位来用。我举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上主来，伊袂互你跋倒。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，上主是你的保护者。你是日头袂伤你，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。你出你入，上主拢会保护你。咱三甲做伙来祈祷。
古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以后也永远伫地。阿爸爸上帝，你创造万米，万米按你的旨意所成。阮是受你拣选蒙恩的囝儿，今仔日早起，阮来到圣殿，因为阮的心较无你的真理。目睭紧紧看你，愿背上帝你的灵，只是甲阮正会有同在，互阮了解主上帝你话语的心意，搁会在伫日常生活中活出主你所教示阮的款式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为台湾这块土地祈祷，求你怜悯台湾这个国家，因为你看见历史中每一滴的血汗，也听见迄袂用发出声音的每一个哀哭。第二摆事件所发生的79年以后，主阮纪念第二摆事件所有受难者的所付出的代价。主愿你的灵亲自安慰受难的家属，互因伫悲伤当中，因为主你的疼，受到安慰甲医治。主也愿转型正义的道路，有主你的公义甲怜悯同在。面对历史的伤痕，无放弃追求真相，因为面对真相，才会使带来真正的自由。愿上帝赐福保守台湾，无阁受到黑暗的伤害。愿台湾充满仁爱、信心、毋忘，成做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我嘛为着教会3月份要开始的逐项事工，向你求讨，恳求主你亲自带领这个社区事工，无管是手机班、热火班，拢会使顺利开展。嘛恳求主你加添力量伫遮个同工甲老师的身上，互更较侪人因为这个社区事工行入教会，有机会入捌主你。主啊，我嘛为着教会推展的读经活动来祈祷，不管是周间的生活查经班，还是一年读一摆圣经的活动，恳求主你赐互阮谦卑较无的心，熏读圣经，真力了解主你所要教示阮的道理。嘛帮助阮伫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疼。主，阮知阮三疼，是因为主你先疼阮。阮所做所行，毋是靠家己的聪明智慧，是靠主你的大权能。主，恳求你伫阮生命中掌权做主。最后，阮为着教会内辛苦白疼，无方便来到阮教会聚会的会友祈祷。毋管伊是身体欠安，还是心心软弱。愿在主你的恩典教养阮用，恳求主你看顾保守，因会使恢复健康，倒转来甲阮做伙礼拜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何乐，请献歌队，今仔要念的诗是救主耶稣万福恩怨。
感谢圣歌队真水的歌声，带咱做伙来学罗主。这是咱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。圣经记载伫诗篇96篇11节到13节。诗篇96篇11节到第13节，伫圣经653页。愿天欢喜，地快乐，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出大声。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。彼时，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，因为伊来啦，伊要审判全地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，照伊的信实审判万百姓。讲道请本堂道牧师，伊今仔的题目是伫空中舞动的歌。根据2025年联合国的一个统计，全世界人口伫去年已经突破82亿人。伫这个82亿人这款的人口的基础下面，联合国伊感觉讲，安尼统计落来，每一天，全世界上少有16-17万人会过身去。意思就是讲，对顶礼拜咱三甲伫遮组织做礼拜，一直到今仔日咱搁伫遮见面，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0多万人过身去啊！所以每一遍咱有即个机会，通三甲伫遮组织做伙做礼拜，迄是一个真值得咱珍贵的事。所以好无？你甲你头前后壁兄弟姊妹，你去甲拍招呼讲，看到你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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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啊，会使甲大家三甲伫遮组织做礼拜，是真水真好的一项事。顶礼拜咱伫信息的分享中间有提到，有一个医师伊用将近40位视觉幻调一款的患者来做研究，当因用赞美之泉、用天韵合唱团这款咱基督教的团体所创作俄乐感谢诗歌，来互因常常听，甚至常常唱的时阵。既然出现真好医疗的效果，对因有真大的帮助，所以咱就通知欢喜的心，常常唱出俄乐的诗歌，其实对咱的身心灵真正有真大的帮助啦。所以咱顶礼拜有小可滚双笑咧讲，吼，毋是对这个研究者无尊重，是这款的研究的结果，伫咱的圣经，上帝的话伫将近3000年前就已经甲咱讲啊，欢喜的心就是。哦，良药是中文啦吼，台语是好药啊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其实上帝话对咱来讲是真正宝贵，特别是今仔日既然咱要讲到诗歌，有一首诗歌记载伫咱圣经内面，毋知咱捌真着去甲读、去甲看、去甲体会无？这张诗歌就是创世纪的第1章。创世纪的第1章是一首希伯来诗歌，所以我毋知影讲你对希伯来诗歌创世纪的第1章你还有印象无？甲无头前到圣经，你甲紧掀起来看卖一下。这首诗歌其实真简单，分做头前的一段甲后壁一段，这就若像咱咧唱圣诗有第1节甲第2节共款。所以你的第1段唱出讲有光有暗。有暝有日，第2讲唱出讲有空气有海洋，第3讲唱出有土地有植物。到第2段的时阵，第1讲唱出来是有大光有小光，第2讲唱出来是有海中的一寡生物，到第3讲变做有土地顶面，咱中文和合版是翻译做昆虫。但是这里的希伯来文本身除了昆虫以外，佫有一款爬虫类的生物，所以咱会当看这段这2段的经文，你有看出什么款的奥秘无？这2段的经文，你有看到什么款的意义无？有看到无？啊，是你真咧想的是甲真侪真诶少年仔的疑问共款。真诶少年仔的疑问会感觉讲，第1讲既然都创造有光有暗有日有暝啊，是安那到第4讲的时阵，又佫走出创造光
创造眠，毋是重复去啊吗？第二天，既然创造空气甲海洋啊，是安那到第5天，才佫出现迄个生物甲鱼啊？海中的生物毋是比土地植物较晚出现吗？这有可能是真侪咱这个少年啊，伊也根据咱最近这几十年，甚至100多年自然科学的研究，有可能会出现这款的疑问啊。但是，既然咱著讲，这亲像圣诗同款的第1节、第2节，这个诗歌的第1段甲第2段，你无看出其中的奥秘吗？这首诗歌既然有分第1段甲分第2段，咱来看。第1段的第1天是光暗，有日有暝；第2段的第1天，咱叫做第4天，同款讲着有光有暗。第1段的第2天讲着有空气有海洋，第2段的第2天就是咱一般咧讲的第5天，有海中的生物。第1段的第3天出现土地了后，就有植物。第2段的第3天，也就是一般咱咧讲的第6天，伊开始出现有爬虫类的生物，开始有哺乳类的动物，最后出现人。所以咱会当看起这2段诗歌，其实第1天甲第4天是相对应的，第2天、第5天是相对应的，第3天甲第6天是相对应的。也就是讲，第1天伊唱出来是，比如讲咱人徛伫地球，咱来回顾，咱来想上帝对规全宇宙的创造，包括咱的地球的时阵，上界起初就是宇宙。有银河系，有太阳系，最后有地球。有地球的时阵，先有空气，先有水、海洋的出现，尾仔土地、生态植物。所以这是咱人若是徛伫地球来看规个宇宙的创造的过程。第2段呢？第2段所咧讲的是咱人徛伫咱地球的时阵，看咱家己的世界。对咱家己的世界，咱会当发现，这创造的过程中间，太阳系的出现有太阳、有月亮、有咱地球。伫这个状况下面，咱会当看到地面上开始有海生出这个海中的生物，甲这个鱼仔类。最后，土地生态植物的时阵，就开始出现昆虫，出现爬虫类的生物，出现哺乳类的动物，到尾仔出现人。若是这2段安尼来看，甲咱最近这几十年，不管是宇宙大爆炸论的研究，还是100多年前开始出现的演化论、进化论，你有发觉其实差不多拢同款无？但是这同款无需要最近这几十年这个科学家的研究。上帝的诗歌、上帝的话，已经是将近4000年前唱互咱听。但是毕竟诗歌就是诗歌，伊毋是要带咱来研究科学。诗歌就是诗歌的本身的时阵，我毋知影讲，当咱若看到创世纪第1章，既然伊是一首的诗歌，安尼这首诗歌到底上帝要甲咱讲啥物？到底上帝要甲咱讲啥物？有人有法度回答无？第1堂的华语礼拜，真紧就有人回答到重点啊！咱第2堂人较济，应该咱集思广益。安尼第1章到底上帝要甲咱讲啥？听讲咱的宝江长老伫大学咧教册，大学的教授应该较聪明。来，宝江，这首诗歌咧甲咱讲啥？你有参加第1场礼拜？你问唔对人，嘛要紧。咱在座好高人真多。毋是要甲恁吐槽啦吼，咱着集思广益一下，对你的角度看到这首诗歌，你想到啥？弘一这书是大学的校长哦。循序渐进，这是一个次序，这是一个创造的次序。恁有认同无？有吼，确实啊。第1天、第2天、第3天，咧甲咱讲的就是创造的次序嘛。只是咱毋当创唔对去。前面的3天是第1段，后面的3天是第2段，这是爱咱做伙来看的哦。过来咧，佫有一个重点。好来，
咱的兄弟真正足侪真优秀的。敢有人感觉家己足优秀？你要回答的无？安尼讲做歹势哦。每一天的创造都啊人弘一知识有讲过啊，创造的次序嘛，讲的就是创造，这是一个重点，无毋对，互咱知影上帝的创造。但是我咧问的是第二个重点，咱若一篇文章，还是一条诗歌，伊有一个概念一直咧重复，还是有一个字，还是有一个词，一直咧重复，咱就爱知影讲，一直咧重复的这个概念、字还是词，应该就是这首歌的重点啊。所以第一章内面有一句话，拢一直重复哦。倒一句话？嘿，真好！上帝看伊所创造的，看最好啦，就是这句话啦。所以其实创世纪的第一章，除了甲咱讲上帝创造以外，这句话每一天的创造拢会重复。所以我嘛相信，这是上帝的心意，要甲咱讲，全世界遮伊所创造的，包括咱，伊拢看做是好的，伊拢看做是好的。若是安尼，咱就无搁再继续来讨论创世纪的第一章，因为第一章咱若真正要逐节安尼讨论落去，我咧想应该咱爱需要2顿至3顿的礼拜日的信息分享，才有法度小可甲讲互甲透。所以咱倒转来甲诗歌本身来。既然讲到诗歌，圣经内面上侪诗歌是倒一本册？恁的答案对啊，但是咱会拢讲遐细声。诗篇嘛，佫有倒一本册，其实规本嘛应该是算诗歌。有人讲对哦，雅歌无毋对。雅歌规本册嘛是算作是诗歌。其实伫圣经足侪所在，伫无共的世代拢出现无共款主题的诗歌，甚至咱的经文内面话拢是祈祷文。所以其实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共款咱就是咧唱出这诗歌。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其实咱嘛是对了原本讲出祈祷文，这的先知，这的上帝所差派的诗人，做伙咧学乐祈祷上帝啊。所以，有印象，大咱所读到的经文内容是啥物？有印象无？毋通互我讲一个创世纪第一章了，咱就背记去后，绕乱去后。来，咱做伙来读一遍。愿天欢喜，地快乐，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出大声。愿苍园甲其中所有的，拢快乐。迄时，树林内的树木，拢要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。你感觉这个俄罗的诗歌有水无？愿天欢喜，地快乐。也是你是迄款理工男的性格，天哪有可能欢喜，地哪会可能会快乐？所以咱佫开始研究经文一字一字，安尼讲敢对？但是咱讲的诗歌就是诗歌，无李白修诗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什么？地上霜”月光的月光怎么会是霜？所以这就是诗歌趣味，但是伊嘛咧传达咱心灵真内心真深的一寡意义啊。所以当这个诗歌咧甲咱讲的，连天甲地都欢喜啊。连苍园、连树木嘛唱出欢喜的歌声。当咱读到这款的诗歌的时阵，你的心，你有领受到啥物无？当咱读到这款的诗歌的时阵，你敢会对你欢喜无？会请举手。还无到一半呢。可惜，转去搁读一个。天都要欢喜啊，地都要快乐啊！是安那咱读到这款的俄罗诗歌，咱会对咧欢喜快乐咧。但是遮佫出现一个秘诀出来啊！什么叫俄罗？什么是赞美？伊必来文赞美这个字也大，原本伊的字根是对豆对黑，豆黑蛋
这个字来的，只是这里啊，打后来延伸出来的字吼，同一字，但是不只有俄罗的意思尔尔。这个希伯来文后来延伸出来有几个意思，你要摇看卖一个无？俄罗还会当做什么意思？白白这个字，哇，系啊，拄啊困醒尔吼，脑筋还不通。伊还佫有包括认罪、轻谢、感恩、俄罗等等的意思。问题就是讲，豆、黑、蛋，哪会走出认罪、轻谢、感恩、俄罗？认罪甲感恩、认罪甲俄罗，意思毋是天差咧地吗？是安那共即字会走出遮无共款的意思来？是安怎？啊好，牧师常拢要甲阮考试，以后无爱来做礼拜啊，想拢袂出来，脑筋急转弯。我想这就是文字咧演变的过程的中间，真趣味嘛，真有意义的所在。咱若是将咱的认罪的心，将咱的懊恼，将咱的感恩，等互上帝，迄互上帝，你会感觉安尼有礼貌无？感恩是爱等互上帝，咱若认罪是爱迄互上帝，安尼敢毋是无礼貌吗？但是这毋是咱文字顶面表面所看到的意思，这咧甲咱讲的是。这个文字演变的过程的中间，伊要表达的是伊的意义。因为当咱亲像天、亲像地唱出欢喜的歌声，连海、连苍云、树木拢挡袂牢要欢呼来讹恼上帝的时阵，咱就通知，迄个讹恼的心是足急切的，迄个讹恼的心是足急切的。急切甲咱的懊恼，咱的即款的反悔认罪，赶紧要互上帝知。所以这个赶紧的心，会当探甲后壁所出一款无共款的意义来。但是这意义拢咧甲咱讲，咱的懊恼也好，咱的感谢也好，咱的认罪也好，爱赶紧互上帝知啊！这是一个急切的心，赶紧的心嘛。所以，这款急切的心、赶紧的心，互天地树木嘛，拢要唱出懊恼的声。对2月26开始，一直到今仔日下晡，这4天的中间，有一个国际基督教合唱指挥团，借用咱教会场所来举办指挥营甲合唱的演习营。我毋知影讲，伫即个228的连续的假期的中间，除了咱会去缅怀过去伫咱台湾这片土地所发生的代志以外，伫即个连续假期，你咧做啥物货？有人伫厝耍废的无？有人出去探亲旅游的无？有人去拜访亲戚朋友的无？我想这拢真好，耍废有当时也互咱的压力透放一下，出去探亲，互咱身体较健康一下，去访友，去探访咱的亲情，会当互咱人甲人的关系搁较亲密一下，这拢好事。但是即阵来参加指挥营，遮音乐老师来参加合唱营的遮的同工，我感觉对因足钦佩，因会当用几工的时间，甚至我知有人2个演习营拢参加，所以4工的时间拢总伫遮咧学习。当遮的音乐人，因甘愿用因宝贵休困的时间来遮学习，搁较好音乐顶面有关的服侍，我嘛相信因的心真正是值得咱肯定。当咱要用这款的诗歌来讹恼上帝，这是咱足重要的敬拜的方式啊。所以同款平常时咱教会圣歌队、咱的夜莺合唱团、咱的敬拜团咧练习，只是伫现场的服侍尔，包括因本身家己的练习的时阵，也是有当时啊，咱伫礼拜中，咱做伙唱圣诗，伫每一个团契单位，因伫因的聚会活动中唱出诗歌，这拢是咧敬拜上帝啊。所以当倒个甲咱大多数读到的这个诗歌，诗人感受到的是，不只是人欢喜讹恼上帝，诗人所感受的，包括大自然的中间，遮的海、遮的苍云、树木。
不管是透过风吹过的声音，因拢咧学了咱的爸上帝啊。也就是讲，我们所听到的这些声音，不是大自然偶然发出的声音，咱所听到的这些声，拢是咧创造咱的所有的天父上帝，在发出荣耀赞美的声音啊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有当时啊，咱来回头看咱的工作，咱的读册压力真重，回头看咱的世界足混乱呢。甚至一两天，有可能咱昨就看到，包括中东佫开始有战争。可是我们的天父他没有沉默，我们的天父依然让天地、大自然作为他的见证，来见证伊实实在在，拢甲咱三个伫地啊。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出于讲。当上帝不断地甲咱宣告，伊甲咱伫地时，咱人愿意甲上帝三斗阵无？咱愿意亲近咱的主耶稣无？当咱看到社会一寡乌落木齐、乱七八糟的事的时阵，咱爱知的就是，这毋是上帝原本所创造的心意啊！就亲像讲，前几礼拜伫咱社会有一个法院的宣判。引起真多无同款的讨论。这个宣判就是有一个国中生，这个15岁的国中生，伊来杀死比伊低1个年级的学生。伫咱台湾的教育制度的下面，咱真无法度因为一个学生伊的品格安怎，伊读册安怎，咱就强制叫伊爱小学，强制爱除伊的学籍。伫咱这个教育内面，无这个代志。所以，这个国中生离过去所读的学校所犯的一寡状况，记满3大过了后，学校有法度做的，就是帮伊做转学。问题转学了后，伊若是佫继续犯错，记满3大过了后，学校所有法度做的，就是佫继续帮伊去转学。但是对这个学生来讲，愈转愈大尾。愈转愈目无法纪，听讲伊身边常常大的物品，无拄拄是大册，但是弹簧刀、蝴蝶刀，常常就是伊带去学校的工具啊。新闻报讲，这个国中生常常出入宫庙，甲一群巴掌石的少年人做伙相甲伫地，所以因嘛常常有出现迄款霸凌其他的人的行为产生。但是当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，我毋知影咱有印象无？这个国中生将家己的学弟刣死，拢总刣10刀。上残忍的一刀是一只对脑后颈部这个所在甲刮开。所以当医护人员来到现场做医治的时阵，迄个受害者规身躯拢是血。但是这个杀人凶手既然摕出伊的手机啊，将救治的过程甲翕相了后传上网。佮加注一句话，叫做“这是全台湾上水的风景”。好不容易，这个学生抓去关啊，伫看守所内面，安尼总是事情要告一个段落了吧？真可惜，根据新闻的报道，有新闻报讲，这个学生伫看守所内底，佮鼓动其他看守所的狱友，大家伫遐躁动。出庭的时阵，当着法官、律师、证人的面头前，佮去威胁迄个被害者的爸母：“恁等我出来，我会去找恁。”但是伫咱正的法治的内面，伫咱正台湾的法律内面，出现一寡我个人感觉较奇怪的状况，比如这个杀人凶手伫这2年来。伊拍官司所有的律师的费用是咱政府来出钱，是咱的纳税金，咱全民来买单，帮伊请律师拍官司。尾仔随便讲已经判刑定谳，根据咱这个法律的规定，这个学生囡仔加关4年了后，就法度出现伫咱的身边。但是这个4年毋通袂记，伊已经受关将近2年，迄个2年也佫扣掉了后。这个学生囡仔有可能过2年了后，上紧过2年，伊就有可能出现伫你的子孙所读的学校内面啊。
这是一个个案吗？这是一个个案吗？今仔透早，慈云师母在分享一个，互阮看了足毋甘的新闻，这是发生伫美国，就是有一个11岁的囡仔，伊咧过生日的时阵，伊的养父，佫毋是家己亲生的哦，伊的养父为着要庆祝伊生日，买一个 Switch 的一款电动玩具，互伊去佚佗。我咧摇，有可能这个电动玩具真好耍，所以这个囡仔一直咧耍这个 Switch 的时阵，尾仔养父挡袂牢，甲伊这个 Switch 没收。这个没收2个字很简单，但是我无了解是没收一段时间拢无爱互伊耍，还是像讲有的爸母会做的，就是讲啊一工互你耍一点钟啊，剩的时间嘛是爱收起来。不管安怎，这个养父就将迄个 Switch 放伫一个抽屉内底，啊用锁匙甲锁的。后来这个囡仔，这个11岁的囡仔去偷摕锁匙，将迄个拖开了后，发现内底有伊养父的一支手枪，所以无讲代志后壁过程，毋是讲着去摕Switch去耍。这个事件是迄个囡仔去摕手枪，直接甲伊的养父弹好死。慈云师母咧想的就是讲，安尼这个养母怎么办？这个养母怎么办？一个是家己领养的囡仔，一个是互伊抬死的翁婿。这个养母要怎来面对以后这个囡仔呢？所以咱会当看到这款的案件，其实伫全世界大不时咧发生啊。所以重要的问题出现伫讲，上帝本来甲创造看做好、看做水的全世界，这个大自然交伫咱人的手中。但是当咱人离开上帝了后，当咱人无要惊趁上帝的话，无要行伫上帝的道路顶面了后，人攻击人，国攻击国的代志，就不断来发生啊。所以，这款不断咧发生的事件，真正爱检讨的是咱人家己啊。所以主耶稣才一直咧甲咱讲，咱着爱去传福音，爱紧紧去传福音，引带人来明白上帝。使徒保罗伊嘛认为传福音是救人，是拯救灵魂的事啊。因为使徒保罗足清楚知影，上帝的话语对受压迫的人来讲是一个安慰。上帝的话语，伊是一个帮赞，对受到压力、疲惫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重新得力的力量。上帝的话是一种的祝福，对失望的人来讲，会当互咱重新，互咱的生命看起光啊。所以面对咱所徛起这个社会的混乱、世界的混乱，咱的根就更加需要、更加重要，必须要定根伫上帝的话顶面啊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是慈爱的，咱爱定根伫这个顶面啊。所以每一遍，咱不只是讲唱出欢喜娱乐的歌声尔，咱更加重要的，嘛爱遵趁上帝的话来行。当咱愿意传福音，带人来明白上帝的时阵，其实咱嘛是咧拯救咱家己啊。等你好，我好，我们都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让这个环境更好一点点啊。所以传福音的事，不只是咧救别人，嘛是咧救咱家己，救咱的子孙啊。所以每一遍咱若读到亲像今仔日的诗文，这款的经文的时阵，咱不只是读过，咱会当去领受上帝伫这个中间的宣告。咱伫这个中间唱出欢喜的歌声、娱乐歌声的时阵，咱的心是毋是嘛会当领受到上帝所赏赐予咱这款的平安甲欢喜啊？咱嘛透过这款的经文宣告，咱的爸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掌权作王啊！所以重要的是，当咱开喙咧唱娱乐的诗歌、唱出感恩的诗歌的时阵，毋是因为环境变较好啊，毋是因为咱所徛起的环境变足好啊，咱才咧唱出娱乐的诗歌、感恩的诗歌。不管是啥物动乱的世界，不管是啥物款咱所徛起的环境，安怎来改变，拢毋通去影响到咱欢喜快乐的心嘛。当然，这无简单，这非常的无简单。可是任何的困难跟挑战，有时候真的就像风一样，不断的吹。但是咱爱挖靠的主耶稣，挖靠的上帝的话，咱爱刚强徛在啊。前几天我甲青伟老师有去汪芳医院探访，今年已经97岁的张月英姐。
原因这97岁，我是用10岁算哦，遐用咱台湾人的习惯，有的人会甲算到98岁，算到99岁哦。当我去遐咧探访原因这的时阵，我现准讲是我来甲探访，我要来甲关心。结果伫遐咧交，伫遐咧开讲的过程的中间，我发现原因这3句不离1句，感谢主啊！3句不离1句，就是感谢主啊！伊感谢上帝赏赐伊几个足有效的囡仔，伊感谢上帝甲伊保守，伊今来到即款的年纪啊，伊头脑还阁足清楚啊！感谢主啊！伊感谢主讲，即几工咧住院的中间，咱教会有一寡兄弟牧师拢去甲关心，感谢主啊！甚至伊感谢主，感谢到我足歹势，安那讲你知无？伊感谢主讲，上帝足眷顾、疼惜咱台北南门教会，拢引带足好、足优秀的牧师来到咱的中间。你知影我咧歹势啥无？我咧想讲啊，足优秀的牧师够包括我，但是我还袂歹势煞哦，我还袂歹势煞的时阵，伊佫接一句话哦，好，今年啊，咱即任的牧师佫生了足少年、足缘投的。我咧想讲，伊97岁应该看过4牧师少年的时阵吧？4牧师少年的时阵，吼，迄毋知缘投甲变过。啊，无迄阵遐尼水的惠誉牧师娘，哪会要嫁4牧师？但是你敢知，当你遐探访离开万芳医院的时阵，我是带着微笑离开啊，带着欢喜快乐的微笑离开啊。所以，当原因这伫遐咧讹落上帝、讹落主、讹落上帝、讹落主的时阵，咱的边仔一直听、一直听、一直听，咱嘛听了，咱的心欢喜快乐啊！我伫咧想讲，除了慈云师母家己开刀住院，有一段时间，阮伫遐吼，真正是阮去站上快乐的病房。剩的病院的探访，真正足少亲像即款的经验，会伫病院探访甲足快乐的啊！但是我相信，当原因这达不是讲出的拢是感恩的话，拢是阿乐的话的时阵，我相信伊的心满满有平安甲喜乐啊！所以咱爱注意听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大多咧甲咱讲天地树木万物欢喜的原因是啥物？是咱身体健康吗？是咱凡事顺利吗？是咱赚大钱吗？像顶礼拜咱问咱兄弟，有人去迄落刮乐刮中奖无人敢举手。是因为这的欢喜快乐，因为这的事事顺利，因为咱赚大钱的欢喜快乐吗？来，这段经文咱读一遍。上帝一来要审判全地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，照伊的信实审判万百姓。头前咧欢喜快乐，头前咧欢喜讹落，到最后是因为什么款的代志？因为公义的审判要到啊！因为公义的审判要到啊！咱若互指责、互批评，咱心会爽快、会欢喜吗？应该袂吧。人若甲你批评、甲你指责，你心会足欢喜的，应该无介正常吧。但是咱若换一个方面想，当有人咧甲咱讲一寡代志，咧甲咱教一寡代志，咧甲咱指责一寡代志的时，换另外一个方面想，对咱是好还是毋好？对咱是好还是毋好？恁哪拢毋敢应安尼？好啊，毋好？莫啦，莫讲我甲你逼的，以后真正毋敢来做礼拜。咱若感觉讲真正有人，互咱足好的建议，互咱有一寡批评，其实对咱的生命、对咱做代志的方式，会当有无共款的思考是好的话。若是安尼，咱属于上帝的囝儿的，咱是属于上帝的囝儿的。既然上帝要按照伊的信息来甲咱审判，要按照伊的公义甲咱审判，伊要按照伊慈悲怜悯甲咱审判的时阵，咱敢毋是应该欢喜快乐吗？只要咱拢遵趁上帝的话来做，只要咱拢遵趁上帝的话来做，伫上帝的慈悲怜悯的中间，伊会甲咱拯救，伊会互咱安宁徛在啊，伊会互咱安宁徛在啊。所以咱主要是，咱爱遵趁上帝的话，活出荣耀上帝，佮祝福正人的生活。当咱会当活出荣耀上帝，佮祝福正人的生活的时，我相信这个审判若是到，咱要欢喜快乐啊！
就亲像昨下晡博刚甲市政做伙来甲我讨论一寡代志，是咧讨论着南门国中飞扬社团的事工。本讲到现状的时阵，有因现状，迄嘛袂使讲烦恼啦。但是确实有一寡代志，因嘛要知影讲牧师安怎想，教会安怎看。但是咧讨论的过程的中间，嘛有看到、想到、讨论到一寡亮点。迄个亮点就是讲。当咱的同工啊哪做，当咱的经费够，咱会伫即个社团内面为着这学生，咱会当做更较多的事工啊，做更较多的代志啊。当讲到这款的未来，眼睛就会亮。就亲像昨下暗已经9点半、10点啊，昨下暗9点半、10点，主乐甲伊恩两个咱的青年，甲我伫办公室遐咧讨论一寡代志。当我甲因问讲，咱有想到无？咱有想到讲5档了后、10档了后、20档了后，咱的台北南门教会要变做啥物款的教会？要成做啥物看会无？前2礼拜有一个数字，互咱听过。伫咱台北中会，伫咱附近有一寡指标性的大教会，这10年来足平均的，逐间教会拢总衰退3成。但是白白这10年来，咱嘛有看到一寡教会不断的成长。我印象上深的一间教会，伫过去10几年的中间，因对300人、600人，一直成长到2、3千人，平平拢伫这段时间内面啊。所以我咧问主乐个伊恩讲，恁会去想到讲5年后、10年后、20年后，咱的台北南门教会要成做一款什么款的教会无？咱要因为少子化，要因为环境的变化，咱渐渐人哪少吗？还是咱要亲像遐奋心奋起的教会，咱要真做光、真做盐、真做正人的祝福啊！若是安尼，咱会当真做正人的祝福的时阵，我相信迄个审判假是到，上帝要甲咱讲的是，咱是好，佮真忠的奴仆啊！三甲你祈祷，天父，我咱上帝，愿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，属于你的囝儿，你的慈悲怜悯，拢教阮三甲地地。愿拜上帝，你嘛来真做阮的帮衬，互阮会晓用智慧的心、感恩的心，去体验到你所创造的美好，互阮会晓行伫你的道路顶面，彼此关心，真做正人的祝福。搁再一遍，拜你主，阮的感谢，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唱回应的圣诗498首，祝福音真道理，请起立。咱即时来奉献，请陈秀玲执事、林小允执事来书献。
请起立，咱来唱福庆的歌。这是来报告。第一，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。礼拜了后，请留步互相请安交谊到地学室，做伙享用爱餐。本周服侍是搬石团结。第二，鼓励父母陪同囝儿做伙参加第一场的花季礼拜以后，才分别前往主日学少年团契，也是出外旅游，愿上帝祝福。第三，本会拜三上午的生活查经班，拜四长青乐活班，本周要开始恢复上课，费用是每一个人2000块。智慧手机班伫后礼拜二3月10号开课，费用是一个人1800块。欢迎兄弟报名参加新学期的课程，也是加入咱的同工。另外，周间的乐智班，有需要的兄弟会使问办公室。第四，健康咨询管辖，今仔服务的医师是林兆峰医师，伊是心脏内科。咨询的时间是明日的早起9点半到10点20，地点是地下室。第五，今仔中昼12点30要请幼稚园的董事伫办公室召开董事会。第六，后主日3月8号下午12点半要伫教会6楼召开中职会甲小会。请中职准备生参加。今仔请问今仔敢有迄落来参加新的朋友，还是讲有参加迄个合唱指挥营的朋友？无？有，举手甲咱挥手欢迎你。咱要来行平安礼，请各位起立唱527首，咱拢正做一家啦。Hallelujah.
391首《俄勒提殿主宰》，咱今时要请牧师祝祷。愿被上帝光今日照伫咱，愿被上帝开阔咱的境界，佮保守咱心心灵勇行。愿被上帝以丰丰富富的稳定佮疼痛，主耶稣的慈悲佮怜悯，圣神的保守佮引带，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甲弟弟，对即时伫甲永世大保证。阿免。请坐，热岛闭会。